今日就大消息就呢，新竹市东区一间便当店，早起4点外熊熊爆炸，哦，你看这个画面非常的恐怖。4秒的时间哦，连续拢火光啊！这厝内底外口病甲四界拢是啊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2个人受伤。这死亡是隔壁做胖店的阿嬷某，所以便当店的员工啊，伊是受伤离异啊。所以这个规个爆炸原因是啥物呢？即摆警方在调查当中啊。 透早雨落真大，刷落来。这边厝向香煞大爆炸出现甘仔式的火光，阿摩土甲喷去到大路。4秒连续11度的火光，威力有够大，含大路对面店家监视器拢无信号，规条街路敢若被轰炸。有没有受伤？ 警察人员一个赶到位现场，加牛招牌落甲满世界车冒伤到规条街路有够惨，起爆点便当店1楼到3楼，害了了。咚一下，我以为说是，大家都以为是打雷啊，我现在还发抖嘞。这个都是人震破啊，这个都是人破啊。 代志发生伫新竹市东区高翠路，今日透早要4点的时，熊熊爆炸。起爆点伫1楼的便当店，当时住伫3楼的员工甲隔壁栋1楼的住户受到轻伤，送去病院。另外一边，这个胖店伫2楼伫困的这个翁仔某被倒来壁跌着，送去病院急救嘛无效。这个意外总共造成2死2伤。中午开始营业啦，中午、中餐、晚餐都有在营业。 拖吊车3辆工作人员伫雨中咧处理，新竹市长高虹安嘛赶到现场去了解状况。主要的这个通行的干道、道路的部分都已经清理完毕，那目前已经恢复通车。其中有9户18人厝真正力，都要等市政府去安置。初步了解是楼架事了，可能去拄到小拍电出火车导火才会爆炸，是讲详细原因嘛是要等火调科去调查。